創世記第9章，我哋會由第8節讀到第17節。創世記第9章8至17節，我哋都拎住和合本呵，我哋可以一齊讀啦。嚟，我哋一齊讀神嘅説話。神曉諭伯羅亞和他的兒子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我便紀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不再不泛濫毀壞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紀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神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了。第二段嘅經文都係喺創世記。不過呢，今次我哋睇嘅係第17章，創世記第17章第1節到第10節。好快脆，你而家揾到啦，我哋一齊讀。亞伯蘭年99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亞伯蘭俯伏在地，神又對他說：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建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好，第3段我哋讀嘅係出埃及記31章，創世記第2卷就出埃及記啦。出埃及記第31章，我哋會由第12節讀到18節。出埃及記31章12節到18節，大家都揾到未啊？我哋一齊讀。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所以你們要守安息日，以為聖日。凡干犯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這日作工的，必從民中剪除。6日要作工，但第7日是安息聖日，是向耶和華守為聖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為永遠的約。
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遠的證據，因為6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暢。耶和華在西乃山和摩西説完了話，就把2塊法版交給他，是神用指頭寫的石版。回轉，天國嚟啦！呢個係我哋琴日從福音書裏邊我哋讀到主耶穌傳道嘅焦點核心。天國嚟到啦，唔係我哋去天國，係天國神嘅國嚟到啦。乜嘢係神嘅國啊？我哋話係神嘅名被尊為聖，係神嘅旨意成就在地，神嘅國降臨，睇唔到嘅，睇唔到嘅。點樣喺我哋玩遊戲當中見到神嘅國？見唔到嘅。我哋見到嘅只係人性嘅醜陋、扭曲，只係見到現實，只係見到我哋好熟悉嘅呢個環境、呢個世界。神嘅國喺邊度？你要識得睇嘅。我哋要明白神嘅國，我哋要識得點樣去睇，即係話你唔係話我睇唔到啊咁停咗喺嗰處。上帝教我哋點樣睇，上帝教我哋喺呢個現實嘅世界當中，點樣睇到佢嘅名被尊為聖，佢嘅國點樣降臨，佢嘅旨意點樣成就，唔係在天上，遠在天邊，但係在地上，就在我哋中間。要上帝教我哋，但呢個叫做啟示。乜嘢係啟示？我哋俾民間宗教、俾電影影響得我哋太深見到好奇怪嘅事情有啲好奇怪嘅感覺，有啲靈異嘅經驗呢個就係啟示啦，完全錯晒。嗰啲叫土製菠蘿如果你哋唔係60年代出生長大，係嘛？以前香港暴動嘅時候咧做啲炸彈嗰啲假嘅，嗰啲唔係真嘅。你要明白咩叫啟示？啟示就係獨一嘅真神，佢嚟到教我哋點樣去認得出，去辨認佢嘅旨意點樣成就，佢嘅名點樣被尊為聖，佢嘅國點樣嚟到。所以啟示唔係我嘅經驗，啟示係上帝嘅教導。聖經讀聖經唔係我有需要，所以我唔係好中意嗰啲聖經嘅版本咧，印咗啲如果你憂愁嘅時候睇乜嘢，如果你失戀嘅時候睇乜嘢，如果你肚痛嘅時候睇乜嘢，如果你考試之前係睇乜嘢，係咪有啲咁嘅聖經㗎？嗰啲係完全叫做阿拉丁神燈版本嘅聖經，係嘛？萬金油聖經，白花油都唔興啦，而家興乜嘢唔識啦已經係嘛 ？Green 好多㗎，即係你肚痛嘅時候你先揾佢㗎，咁你唔肚痛嘅時候咧，你唔需要佢嘅。聖經完全唔係咁樣嘅一回事㗎，佢唔係通勝嚟㗎。朝頭早起身靈修點樣查一查今日宜乜嘢不宜乜嘢係咪？唔好非法聖經講咁。你當咗聖經係民間宗教，同黃大仙觀世音關帝冇分別㗎。唔係，聖經係上帝
教我哋點樣睇嘢。嗱，所以聖經從邊度開始？聖經從舊約聖經開始，從五經開始，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呢個係上帝教我哋嘅起點。呢個起點好緊要嘅，因為係佢選擇從嗰處開始教我哋。所以上帝冇選擇喺佢創造人之前教我哋點樣睇嘢。所以你要喺聖經裏面揾恐龍咧，係揾唔到嘅。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啦？即係上帝有權嗱，我由呢一度開始同你講教你，係嘛？佢有權咁做㗎。你上一科 take 個 credit， 教授入嚟佢先講呢一科嘅範圍，你要聽得清楚，係嘛？你唔能夠要求佢教嗰啲佢冇講佢要教嘅嘢，因為佢係教授，教授都好惡㗎，係嘛？喺美國哈佛大學啲同學同啲老師而家中文大學都追上啦，係嘛？見到校長早要咁我有個猶太人嘅老師 John Levinson 佢上第一堂佢話 You may call me by my first name and my first name is Professor 有翻少少尊嚴喎，係嘛？有翻少少界線喎上帝而家上帝教我哋，佢選擇從創世記開始教我哋。創世記之前上帝喺上邊永恆嘅三位一體做乜嘢嘅咧？咁三缺一咁。呢啲唔係神學問題嚟㗎，呢啲係胡混嘅問題嚟㗎。所以你要從上帝嘅教導開始我想講嘅其實唔係好奇走去創世記前傳咁樣嚟到去抄上帝做啲乜嘢講啲乜嘢。我成日想講嘅就係我哋嘅起點褪遲咗好多。我哋中意由新約開始，我哋中意由尾最撚尾開始，我哋覺得夠㗎啦，忘記咗上帝教我哋係由創世記開始。唔係由馬太福音開始，唔係由新約聖經開始。所以如果你淨係帶住本新約聖經走天涯咧，唔夠㗎，唔足夠㗎。你冇咗個基礎你嗰座大廈短裝唔穩陣㗎，會沉降㗎。呢個我哋要好小心。第二，頭先我哋講讀聖經唔係讀通勝。所以唔係帶住你嘅問題嚟到去讀聖經㗎，讀聖經係聽上帝嘅教導，所以我哋要放低我哋嘅問題同埋興趣嚟到聽上帝點樣教我哋。打開創世記，我哋第一個問題就問進化論，第二個問題就問方舟是否神話。聖經可唔可以完全唔講呢兩樣嘢㗎？佢有冇權唔講呢兩樣嘢㗎？絕對有權㗎喎。達爾文是誰？乜要勞動到摩西一早就要回答佢嘅進化論？哇！你將達爾文抬得太高啦！你明我意思嗬？上帝有佢想要講嘅啦，所以我哋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我哋問摩西五經本身想講乜嘢？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呢五卷書，聖經從呢五卷書開始，呢五卷書要講嘅主題、核心、焦點係乜嘢？咁就牽涉到方法。讀書其實個訓練就係訓練你思想嘅方法，識唔識諗嘢㗎？香港嘅教育唔教人諗嘢㗎，所以殖民地奴化教育就係唔使諗嘢㗎。咁唔諗嘢點得啊？我有個腦袋喎，背嘢咯，係
係嘛？你哋冇個幸福啦，我哋以前喺中學嘅時候，星神杯校際問答比賽，我諗你諗發夢都冇諗過㗎。全校最叻嗰3個同學出去，一個中、一個英、一個數，係嘛？有中文嘅問題嘅就問嗰個中文最叻嗰個，有數學嘅問題嘅，數學嗰個即刻計到㗎啦，英文嗰個隨口就背得出㗎啦，冚唪唥係背㗎，唔使諗㗎。所以世界上邊只有 model answer 嘅啫。西方嘅教育唔係咁樣㗎，即係殖民地嘅宗主國啊，佢嘅教育係教 debating 㗎。有冇接觸過啊？乜嘢叫做辯論啊？辯論原來係俾一個題目俾你，然後你係贊成定係反對咧？係點樣決定嘅？抽籤啊！得了嘅耶穌基督是否神的兒子？抽籤贊成定係反對？同性戀是否即係上帝所喜悅嘅？抽籤去決定你贊成定反對？嗱，呢個就係個方法嘅訓練啦。即係話你要知道點樣去諗，點樣去思想，點樣去揾出聖經開頭嗰5卷書嘅主題咧？用乜嘢方法咧？唔係用金句。我試過喺神學院裏邊問同學，創世記講乜嘢㗎？眯埋眼即刻舉手㗎啦！創造天地，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章1節，阿門，佢又攞100分㗎啦。請問創世記有幾多章啊？偷偷地睇下，50章。請問創造天地佔咗創世記第幾章啊？第1章，極其量加埋第2章落去，好未啊？第3章就講條蛇㗎咯喎，唔係講創造天地㗎咯喎。咁即係話嗱，你心算計得好快啦，96%嘅篇幅都唔係講創造天地，講乜嘢㗎？唔知，咁啊誠實啲啦，係嘛？所以你背咗個金句出嚟，完全解決唔到問題㗎喎。背金句嘅滿足係嚟自殖民地奴化教育嘅結果嚟㗎，我背得出嚟，一問我即刻彈出嚟㗎。唔係喎，嗰個完全唔係思考嘅方法嚟㗎喎。點樣去分析創世記到申命記呢5卷書嘅主題？你要睇佢嘅篇幅㗎喎，你要睇佢嘅內容㗎喎。嗱，好簡單，我唔知你有冇讀過，可能你連讀都未讀過，咁你當係信我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讀過嘅，你可以證實一下係咪咁樣。創世記到申命記咧，其實可以分開3個部分嘅。由創世記第1章起初神創造天地，一路去到出埃及記第18章，就講到以色列人出咗埃及，過咗紅海，嚟到西乃曠野。呢個係頭一部分，頭1/3。出埃及記第19章到民數記第10章，就記載以色列人喺西乃唔夠1年嘅日子，佢哋係出埃及第3個月嚟到西乃，係出埃及第2年2月離開西乃，所以嚴格嚟講係大概11個月都唔夠，佢哋就喺西乃。但係聖經用咗摩西5經嘅中間。如果我哋頭先咁講就1/3，但係如果用長短嚟到去計算咧，就其實係用咗1/2，一半嘅篇幅內容係記載以色列人喺西乃1年都唔夠嘅時間。最後嗰1/3咧，民數記11章到申命記34章，係記載以色列人喺曠野38年漂流。但係申命記其實係記載佢哋預備入迦南
上帝透過摩西臨終之前教導佢哋，將來你哋入到去流奶與蜜應許之地，你哋應該點做，應該點做，應該點做。所以如果你一咁睇嘅時候，你就會發覺開頭嘅呢5卷聖經嘅內容嗰個焦點就好清楚啦。你話俾我聽，佢嘅焦點喺頭1/3，定係中間嗰1/3，定係喺最後嗰1/3？中間。何以見得？你用乜嘢方法達到呢個結論？因為中間係用咗最不成比例嘅篇幅去記載一年咁短所發生嘅事情。從創造天地到出埃及，哇！睇下你點樣計數啦。嗰度講緊嘅係幾千年以上嘅歷史，從離開西乃到進入迦南最少40年，如果最長嘅去到亡國被擄，又講緊最少幾百年嘅歷史。但係摩西5經中間一半嘅經文，只係集中講佢哋喺西乃11個月所發生嘅事情。睇到個比例嘛？睇到個方法啊！讀聖經係咁樣揾㗎。摩西5經講乜嘢㗎？猶太人話講律法，基督教會講話講救恩歷史，兩樣都唔係。經文本身講嘅係講西乃。西乃發生乜嘢事？值得聖經用摩西5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一半嘅篇幅經文去記載佢。西乃發生乜嘢事？西乃發生咗一件好重要嘅事，就係上帝喺西乃同以色列立約，係咪？上帝話：我要做你哋嘅上帝，你哋要做我嘅百姓。我從萬民當中揀選你哋出嚟，歸我作聖潔嘅國度。你哋係屬於我嘅，所以你哋係選民 chosen people。嗱，我哋即刻又彈第2個問題出嚟啦，唔問進化論，而家又再問啦。上帝偏心，上帝點解揀以色列？點解唔揀我哋中國？咁嘅洋教值得我哋信嗎？上帝偏心。呢一個問題，其實係因為我哋唔讀聖經。頭先我哋咁樣講咧，我哋一跳咗落去摩西5經嘅中間，出埃及記19章到民數記第10章西乃。但係讀聖經唔應該咁讀，讀聖經應該點讀啊？應該由創世記讀起㗎，係嘛？你按部就班一章一章咁讀落去，讀到西乃。讀到上帝立約同以色列立約，如果你唔係聽講道、聽 CD 咁樣嚟到聽西乃立約，你係自己一步一步嘅去讀聖經、靈修、查經。你從創世記一路讀到出埃及記，你讀到出埃及記31章嗰處講上帝同以色列立約，呢個約叫做永遠嘅約，呢個約係有個證據、有個記號，係安息聖日，你就應該記起，上帝喺西乃同以色列立永約，其實係喺歷史上邊第幾次發生立約嘅事？你個 short-term memory， 定係琴晚冇瞓覺？頭先我哋啱啱開始嘅時候讀過㗎，瞓咗啊？3次係嘛？你假定我係揀咗嗰3次出嚟讀就3次咯，冇錯。創世記其實已經喺開頭嗰1/3嘅記載裏邊。就同我哋講過，其實嚟到西乃，上帝立約已經係第3次㗎啦。
第一次，眯埋眼都識講啦。我條呔都話俾你聽啦。創世記第9章，洪水之後，上帝對挪亞講：上帝講乜嘢？嗱，小心啲讀喎，唔好眼瞓。上帝唔係話錫晒你咁乖做隻方舟喺船上邊375日，日日幫我執動物嗰啲糞便又幫我餵佢哋。哎呀，真係錫晒你啦！我以後祝福俾你。我哋作古仔就咁樣作嘅，係嘛？論功行賞係嘛？你幫我競選係嘛？幫我拉票係嘛？幫我能夠即係做到以後，因為我選到啦咁我就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嚟到賞賜你。上帝唔係咁樣講噃。請問上帝同挪亞講立約，同邊個立約？唔係同挪亞立約，你再讀清楚啲。上帝話：我要同凡有氣息的，係嘛？乜嘢叫凡有氣息啊？咩叫凡有血肉啊？包括方舟裏邊一切嘅動物㗎喎，呢個叫做凡有氣息、凡有血肉。所以挪亞只係個代表嚟嘅啫喎。正如摩西喺西乃只係個代表嚟嘅，上帝喺西乃係藉着摩西呢個代表人物同以色列13個支派立約，馬拿西、以法蓮、約瑟嘅2個仔成為2個支派，長子不相分。挪亞嘅約，挪亞都係一個代表人物，佢代表邊個？佢唔係代表佢全家一家8口，佢係代表緊眾生。凡有血肉、凡有氣息嘅，我試過講到啲處，我包括你中意嘅動物我神學院以前小組有個姊妹，有一個朝頭早翻嚟開小組，喊到眼都腫晒，我以為佢發生乜嘢事，我唔敢問佢，問隔離嗰個同學，佢話佢隻貓琴晚死咗啊！我使唔使喊成咁啊？哎呀，佢好錫佢㗎。係嘛？所以跟住個神學問題就係我隻貓嘅上唔上天堂㗎？喺天國見唔見到隻貓㗎？包括你唔中意嘅生物，你唔中意咩嘢？我個女8隻腳嗰啲佢就嗌㗎啦，唔係八爪魚㗎，8隻腳對你嚟講就八爪魚㗎，蜘蛛可能你最怕就小強啊，係嘛？我試過講到呢處嘅時候，有人遞張紙出嚟問問題。請問上帝點解要同害蟲立約？你點答呢個問題？我話：請問對地球最有害嘅係啊，上帝係專門同害蟲立約㗎。不過害蟲唔係曱甴啊，係我哋啊。危害呢個地球最大嘅係人類啊，唔係曱甴啊，唔係昆蟲，唔係蜘蛛啊。蜘蛛唔係昆蟲嚟嘅喎，讀生物嘅記得挪亞嘅約係創世記第9章，上帝第一次立呢個永遠嘅約嘅記號，唔係安息日，係乜嘢？你眯埋眼都識㗎啦，彩虹下的永約，係嘛？彩虹係記號。好啦，中間嗰一次我哋冇咁熟啦，17章，上帝同邊個立約啊？小心啲，唔好咁快就彈個金句出嚟喎。亞伯拉罕只係個代表人物嚟嘅啫喎，正如挪亞係個代表人物，正如摩西係代表人物。上帝同亞伯拉罕講改名啊嘛，佢個名叫咩意思啊？多國之父。咩叫多國啊？多國國家咯，咪叫多國咯，係嘛？所以亞伯拉罕係咪淨係猶太人嘅父親啊？係咪淨係以色列國嘅父親啊？我哋成日記錯咗嘅喎。請問亞伯拉罕有幾多個仔？唔係1個，唔係2個，唔係3個，
你都撞緊啊你！好在你冇嗌 tips 咁。亞伯拉罕第一個仔係以實瑪利。以實瑪利係咩人嘅祖先？阿拉伯人。亞伯拉罕第二個仔係以撒。以撒係咩人嘅祖先？以色列人。嗱，呢兩個你識嘅，你唔讀嘅記載喺創世記25章第1節，你揾得快呢，你就跟得到，我讀俾你聽。創世記25章第1節，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個妻子，喺佢太太撒拉死咗之後，佢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為亞伯拉罕生咗深蘭、約山、米但、米甸、伊斯巴和書亞，幾多個仔？6個。呢一班亞伯拉罕嘅子孫，亞伯拉罕將財物分俾佢哋，趁自己還在世嘅時候，打發佢哋離開佢嘅兒子以撒往東方去。我哋冇興趣，因為呢個唔係以撒嘅後裔，唔係以色列人嘅祖先，唔係，呢個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啱唔啱啊？所以上帝賜福俾亞伯拉罕嘅後裔，係咪等於上帝淨係賜福俾以色列啊？唔係，起碼仲有，如果上帝賜福俾猶太人，上帝賜福俾阿拉伯人。你讀聖經要咁讀㗎啦，唔好聽咗新聞報導又好，咩時事評論又好，上帝企喺以色列嗰邊，以色列復國6日戰爭。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嗰啲上帝唔理佢哋嘅，創世記唔係咁講嗰個。你唔讀聖經，你就可以咁樣跟咗嗰個政治嘅宣傳去咗。你讀聖經，你發覺亞伯拉罕第一個仔係阿拉伯人嘅後代嘅祖先，亞伯拉罕第二個仔先至係以撒，亞伯拉罕跟住仲最少有6個仔。如果聖經所記載嘅係亞伯拉罕屋企所有嘅仔嘅名單，佢有8個仔。8個仔嘅後代，多國之父，睇到嗎？所以上帝同邊個立約？如果你話上帝同亞伯拉罕嘅後裔立約，唔係淨係同以撒立約。亞伯拉罕蒙召嘅時候，喺12章創世記，上帝講過一句説話啊嘛，萬國要因你得福，記唔記得啊？咩叫萬國啊？其實中文聖經玩咗個遊戲，你唔讀希伯來文就唔知嘅。其實萬國、多國原本呢個字只係眾數、複數 plural 嘅 noun 嘅名詞咁簡單嘅啫喎。Goyim nations 所以亞伯拉罕其實係代表緊人類 nations 各國各族都係喺亞伯拉罕呢個代表人物，上帝立永約，考埋你啦，記號係乜嘢？割禮。割禮唔係淨係猶太人先至進行㗎。如果你讀人類學，你發覺呢個事實。割禮係一個古代民族裏邊都幾普遍嘅一個禮儀嚟嘅。但係創世記就係用咗呢一啲歷史上邊嘅事實嚟到去講一個好清楚嘅主題。聖經話俾我哋聽，係喺人類歷史上邊，西乃立永約。以色列成為上帝嘅選民，喺摩西五經係最重要嘅事，用咗一半經文嘅篇幅去記載。但係如果你要回答剛才你問嘅難題，上帝是否偏心，淨係揀選以色列，淨係同佢立約？嗱，你問到呢句你就自己停落嚟㗎啦。答案好清楚㗎。請問上帝與誰立約？咁根據創世記第9章到出埃及記31章，上帝同以色列立約，只係嗰個最窄
嘅圓圈。識唔識咩叫同心圓啊 ？concentric circles 啊！喺你嘅筆記上面畫3個同心圓出嚟。最細嗰個圓圈，你寫以色列，嗰個係西乃嘅約。最大嗰個圈講邊個啊？挪亞，唔係眾生，凡有血肉的。中間嗰個圈呢？亞伯拉罕，萬國多國。你再睇下你畫出嚟嗰3個圓圈，你回答上帝與誰立約？點樣答呢個問題啊？嗱，你就唔可以話上帝淨係同以色列立約，上帝淨係揀選以色列，都係永遠嘅約，都有記號，都有代表嘅人物，所以呢一個咁樣嘅格式出現喺創世記、出埃及記係好清楚嘅連貫嘅。上帝立約一層一層，好有結構嘅。上帝同最闊嘅範圍嘅立約係同眾生。喺眾生當中，上帝特別透過亞伯拉罕同人類立約，然後喺人類當中，上帝透過摩西同以色列立約。識唔識睇嗰個歷史啊？從創世記到申命記，人類嘅歷史發展得好快好多，但係上帝教我哋睇，你要想睇下上帝做緊乜嘢係咪？你想睇佢嘅國點樣降臨係咪？你想知道佢嘅旨意點樣成就係咪？摩西五經俾我哋見到上帝話嗱，我話俾你聽，我嘅旨意係乜嘢？翻去洪水，方舟是否神話？方舟的確係神話。哇！你唔信聖經啊？唔係，你點解譯方舟咧？有冇諗過啊？你有冇去過馬灣？馬灣嗰隻方舟嚟㗎，四方㗎。唔係，你見過㗎？馬灣嗰隻係按照創世記記載嘅尺寸做㗎嘛？咩形狀㗎？係隻船嚟㗎嘛，從來都唔係四方㗎。點解會譯咗做方舟？你知唔知？因為喺古巴比倫嘅泥板記載嘅神話上邊，嗰隻洪水之前所做嘅，的確係四方嘅，有埋尺寸嘅。點解要係四方嘅？因為嗰隻唔係船嚟㗎，嗰隻只要浮得起，渡過咗洪水嘅劫難，就已經 serve the purpose 㗎啦。明白？一隻船係要去啫嘛，所以乘風破浪，你先至個 shape 係要長形嘅，前面係尖嘅。方舟唔係要去地方㗎，方舟係浮得起嘅啫嘛。所以本來喺巴比倫嘅神話故事裏邊 ，Gilgamesh 你出去任何一個英文書嘅書店都買到呢本書嘅，譯咗英文㗎。Gilgamesh Epic 上邊所記載嘅，同聖經所記載洪水嘅故事10點嘅內容情節完全吻合嘅，包括放雀仔出去，包括要叫動物嚟，唯一唔同嘅係個結論。巴比倫嘅神話喺洪水嘅劫，即係呢一個嘅災難之後，只有一個英雄，聖經叫佢做挪亞，古巴比倫叫佢做 Utnapishtim， 呢個係一個歷史人物嚟㗎。考古學者相信呢個係一個古巴比倫嘅君王嘅名嚟㗎。佢能夠成為神，因為佢逃過咗洪水。呢個係神話故事嚟㗎。神話故事從來都係只有一個英雄嘅啫嘛，係嘛？要搶個金蘋果翻去醫病係嘛？有隻龍喺度守住㗎係嘛？咁嗰個英雄咧就歷盡艱辛係嘛？咁最終咧係攞到個蘋果。如果嗰個神話故事到最後仲有個 twist 嘅咧，就一定個蘋果最後跌咗咁，邊個食咧？所以好難㗎係嘛？冇可能㗎
你要係最有價值，贏咗嗰個咧。琴日咩偷吸管啊，咩偷牙籤啊，係嘛？連紙又啲偽鈔都咁做啊咁最後你不擇手段，為求達到目的，贏啦，咁你就係神話中的英雄。嗱，呢個叫做神話，一定係咁樣嘅格式㗎。所以我哋今日成日活喺神話當中㗎。我哋以為上帝嘅旨意就只係容許我哋呢一屆只有一個狀元，呢一生只有一個英雄，只有一個人贏嘅啫，冇第二個。係啊，你睇下中國政壇18大打生打死唔使已經內定咗㗎啦，習近平㗎啦咁一個嘅啫。李克強嚟到香港大學都要坐喺中間，要企住喺度俾人鬧嘅。聖經嘅真理唔係咁講喎。聖經嘅洪水，佢借用咗呢個古代嘅神話經典嘅神話，但係到最後佢話上帝同邊個立約？睇到個分別嗎？唔係同挪亞立約，話你咁乖，錫晒你你而家升仙啦，咁 orientation 完咗啦。唔係，你代表眾生。而家我幫你同你身邊所有生命嘅活物立約，係永遠嘅約。彩虹係記號，呢個係上帝嘅旨意。嗱，所以你讀到新約聖經，你們往普天下去，睇到同挪亞嘅約嘅呼應嘛？睇唔到嚇？我再 quote 另外一句金句啦，你應該識㗎啦。約翰福音3章16節，邊個唔識㗎？點講？神愛世人，唔係神愛世人，都唔啱㗎。中文聖經嚟到呢度咧係譯唔到，好難譯。點解咧？因為你讀英文聖經，你點樣背呢句 ？God so loved the world。直譯有冇讀翻譯嘅弟兄姊妹喺度？神愛咩話？世界，神貪愛世界。有冇搞錯？點可以咁譯㗎？譯出嚟肯定家庭教會第一個唔讀呢本聖經啊！啱唔啱啊？冇可能神貪愛世界，所以神一定唔係愛世界，神係愛世人。英文聖經譯得準確啲啊！點解神愛世界？呢個係佢做㗎嘛，呢個係佢嘅世界嚟㗎嘛。洪水之後，唔係只有一個贏咗嘅英雄能夠進天國喎。神嘅旨意係乜嘢啊 ？All dogs goes to heaven. No, all 小強 goes to heaven. 你又嚟害蟲啦，我知道。所有害蟲上天國。如果我借用魂歸天國，唔啱㗎，唔應該咁講㗎。但係上帝嘅恩典臨到邊個？上帝嘅恩典臨到最危害地球嘅 species， 眾生當中人類，睇到嗎？睇到上帝嘅旨意嗎？你讀聖經，聖經教你睇嘅。喺古代嘅歷史當中，我哋唔好問佢嗰個細節有幾多係事實，冇可能揾得到㗎啦。洪水人人都識講嘅，個個都知道嘅。聖經將佢反轉過嚟，顛覆咗佢，將佢嘅結論從一個神話英雄變成為神愛世界。睇唔睇到個分別啊？識唔識睇神嘅旨意啊？係咁樣睇㗎。亞伯拉罕出吾珥係嘛？騰訊咩？你開吾珥咁啊？我就講冇理由唔識唱啦，講亞伯拉罕啦。你知唔知呢個典故啊？你知唔知喺創世記裏邊，上帝本來係叫人離開佢住慣咗嘅 comfort zone 㗎？你知唔知人唔肯離開啊？人決定做乜嘢啊？做巴別。你從來都冇咁讀聖經㗎，你讀下。人話我哋唔要離開，我哋永遠要住埋一齊。上帝走落去睇下發生咩事啊？喺科大搞乜鬼啊？走！上帝落去分散佢哋係咪？佢哋唔肯㗎。
邊個肯聽上帝嘅呼召離開啊？亞伯拉罕。創世記12章唔係，其實創世記11章結束就係咁樣連貫起巴別嘅故事。你睇下，其實上帝嘅旨意喺亞伯拉罕一個人嘅順服上邊，展開咗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呢一段嘅歷史，成為咗人類嘅祝福。呢個係亞伯拉罕嘅約。所以嚟到西乃，上帝同以色列立約，上帝偏心啊！如果你話上帝偏心嘅，如果你話上帝冇揀中國嘅，我反問你，請問喺創世記到出埃及記，上帝所立嘅永約當中，中國喺邊度出現啊？喺中間嗰個圓圈，唔止啊！喺羅亞嘅約眾生，啱唔啱啊？識唔識睇？係中國冇喺西乃嘅約出現。你嗰3個同心圓最窄嗰個係猶太人，但係跟住嗰2個中國都喺裏邊，你同埋我都喺裏邊嘅。上帝立永約嘅對象冇偏心嘅，識咁睇嗎？讀聖經你唔讀通佢，枉讀聖經啊！我哋中國人講枉讀聖言書。我讀好多次創世記㗎啦，點解我硬係睇唔到嘅？你冇方法，你背金句咯。你好中意背嗰幾節金句，就話創世記係講創造天地咯。唔係，你有個方法去讀佢。睇下創世記到出埃及記到利未記到民數記到申命記，喺佢嘅編排上邊，佢將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西乃。一集中喺西乃，我哋就問：不，上帝淨係同以色列立約？一問出口，我哋即刻自己答翻自己，唔係。創世記話，上帝已經2次立永約，一次係同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代表嘅係人類、萬國、多國，仲有羅亞代表嘅係上帝所創造整個嘅世界。呢個係上帝嘅旨意。如果你問乜嘢係上帝嘅旨意，你問乜嘢係上帝嘅國度，你問幾時上帝嘅名被尊為聖，唔係翻去民間宗教行雷閃電劈死咗我哋當中最奸嗰個上帝嘅名得榮耀，唔係。呢個係民間宗教信仰。係嘛？周處除三害你聽過啦，斬蛟龍係嘛？殺白虎，唔係，原來自己係最惡嗰個嚟嘅。不過你冇膽啫嘛，人哋偷牙籤喺度睇好羨慕啫嘛，係咪？你明我意思嘛？上帝得榮耀嘅時候，唔係佢將惡人趕盡殺絕啊，係佢拯救。佢點樣拯救？佢從洪水之後。從羅亞，從當時嘅生命開始立約，呢個約一路收窄，去到以色列嘅身上。即係睇返，以色列只係代表上帝立約嘅歷史當中，其中最窄嗰個圈。用今日嘅講法，其實上帝揀以色列就好似做班長咯。西人就聽唔明，佢哋冇呢句。我哋香港長大嘅實記得嘅。班長咩話？罰雙倍嘅。你唔知㗎？你唔知嗬？而家就人道好多啦。傾偈擇名。班長都傾偈，罰雙倍，好公道嘅喎，冇人抗議嘅喎，冇人絕食嘅喎，冇人示威嘅喎，大家都覺得班長如果衰咗係要罰雙倍嘅喎。以色列係班長，聽朝我哋會睇，如果唔打8號風球，我哋會睇
點樣做班長？哎呀，你話感謝主，我哋唔係班長，係嘛？我哋好彩係中國人啫。誒，多謝你上帝，我問錯問題，多謝你冇揀選我哋。好不幸，你信咗耶穌，啱唔啱啊？你明我講緊咩嘛？你信咗耶穌，你係新嘅以色列人，上帝揀咗你㗎。雖然你係中國人，不過你信咗耶穌，睇到嘛？你成為咗嗰個核心嘅約嘅一部分。但我想俾你睇到嘅就係、第一，聖經裏邊講神嘅旨意，講神嘅國度，講神嘅名被尊為聖，就係講緊從挪亞遠古洪水嘅神話記載開始，都未入信史嘅時代，聖經已經講。但係一路追落嚟嘅時候咧，亞伯拉罕係咩嘅時候嘅人物？公元前1800年左右，中國歷史商朝、夏朝、唐虞夏商周最早嘅時候，都又係未曾有歷史嘅記載之前嘅嗰啲日子。從嗰個時候開始，上帝嘅國已經開始啦。我見唔到上帝嘅旨意已經顯明咯喎，上帝已經喐手咯喎，佢開始揀人咯喎，睇到嘛？挪亞出嚟咯喎，亞伯拉罕出嚟咯喎，摩西出嚟咯喎，以色列出嚟咯喎，上帝只係以色列嘅上帝啫，啱？你嘅世界歷史話俾你聽，古代文明古國有幾多個？4個，第一個梗係中國，我已經聽到啦，係嘛？你梗係唔會講第二個㗎，我哋中國人啊嘛。第二個巴比倫，第三個埃及，你又唔記得第4個㗎啦，唔係以色列啊？以色列你有內疚班啊？啱唔啱啊？4大文明古國有冇敬畏耶和華㗎？你今日去旅行，你去遊覽4大文明古國最出名嘅嗰啲 landmark 地標係啲偶像嚟㗎嘛？啱唔啱啊？越文明越古老就越大啊嘛！我哋香港追上去所以天壇都整個大佛喺度啊嘛！唔認識上帝㗎，點會走去跟以色列敬拜耶和華真神啊？有乜嘢可能？冇可能㗎！你今日睇翻轉頭，人類嘅歷史從亞伯拉罕到今日，你睇到上帝嘅國降臨嗎？你睇到上帝嘅旨意成就嗎？你睇到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佢遵行天父嘅旨意，願你嘅旨意成就。我哋講過佢嘅祈禱係咁樣，所以神嘅國嚟啦。神嘅國喺人類嘅歷史當中，終於有一個人，耶穌基督係完全順服遵行神嘅意思。福音就係咁樣開始，就傳到地極咯。睇到嘛？好奇怪嘅喎，想像唔到嘅喎。中國人係點樣信耶穌嘅？你熟唔熟中國嘅歷史？中國嘅貧窮，中國嘅迷信，中國嘅封建，我哋大家都知屋企已經感覺到㗎啦，係嘛？我阿爸最封建㗎啦，真係我阿婆最迷信㗎啦，咁係啊，個個屋企都係中國家庭㗎嘛，點會信耶穌？開明啲嘅父親，我以前喺大學團契，我哋嘅團長係醫科嘅弟兄，佢有一次同我分享，佢同佢爸爸傳福音，佢爸爸寫咗5個字俾佢，文天祥正氣歌裏面嘅一句：時窮節乃易。深啲學，你唔係讀中文系嘅，唔識解。
即係話你走投無路先至會信耶穌嘅咋。我走投無路都唔信耶穌，因為我係中國人，我有節氣嘅，我有骨氣嘅，我唔會去信洋教。耶穌幾時甩咗洋教呢個label？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幾時唔使靠個西人嚟到中國話神愛西人咁樣傳福音？你知唔知係幾時啊？係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黨中央都承認㗎啦，所以我哋唔怕講㗎，默開都得㗎。文化大革命將所有嘅西方傳教士趕逐離開中國，將所有嘅教堂沒收充公，將所有嘅 FES 同工，包括阿超包括阿 Fox， 包括偽裝全部變成牛鬼蛇神。乜剩翻你哋班友嗰啲醒嗰啲玩遊戲贏嗰啲，就個個已經走去批鬥人啦。嗰啲傻嘅、蠢嘅，仲堅持自己要信耶穌嘅，就大受逼迫。我問過佢哋㗎，點解你會信耶穌？90年代我翻入去同一啲30-40歲嘅弟兄有一個星期嘅時間，我問佢哋：你嘅信仰點樣傳到你呢一代？佢哋嘅答案我到今日都唔能夠忘記。佢話：我嘅父母係基督徒，我嘅爺阿嫲係基督徒，我哋幾代基督徒，我哋嘅上兩代係親眼見到義和團。你記得慈禧太后嗎？唔記得佢，我唔識佢呵。義和團 Boxer Revolution 殺大毛子、二毛子，冇聽過呵？大毛子就係西方傳教士，二毛子就係中國基督徒。成個教會搬咗去，拉咗佢哋去郊外喺森林裏邊。將西人同中國人分開，中國人企晒喺度，傳教士一家由最大嘅到最細嘅3歲5歲 BB 全部殺晒，就喺中國基督徒嘅眼前，你哋仲信唔信教？嚇佢，又俾佢翻去，以後唔准信教，洋教。個但係就係咁樣宣教士嘅血，令到中國基督徒喺文化大革命嗰10年，佢哋知道佢哋所信嘅係真嘅，係佢哋親口講，唔係我哋喺海外作嘅古仔。文化大革命完咗之後，喺中國邊個出嚟傳福音？唔再係西方人啦，係中國人。湖南嘅走去新疆，黑龍江嘅走嚟河北，係嘛？冇啦，唔再係洋教。上帝嘅國降臨好奇妙㗎，你見到嘅係災難，你見到嘅係逼迫，你見到嘅係一個傳教士都冇留低，一個教堂都封咗，一個牧師都被逼迫死咗。但係就係呢10年，為中國教會洗甩咗洋教嘅呢個記。你知道《Economist》呢本雜誌嘛？經濟學人，每個大學生都應該睇㗎。雖然都係西方嘅帝國主義嘅後線，不過就比較上係叫做文明啲嘅後線。就
舊年其中有一期佢就報導21世紀宗教發展，佢哋唔係基督徒嚟㗎，但係喺頭一篇嘅文章第一段裏邊，佢哋就宣佈唔係一個推測啊，佢哋話我哋知道2050年21世紀嘅中間，全世界基督徒人數最多嘅國家係中國，唔係尼日利亞，唔係南韓，唔係非洲，更加唔係北美定係歐洲，係中國。神嘅國點樣嚟嘅？在乎你識唔識睇。你睇到嘅係苦難，你睇到嘅係嗰個政治嘅現實，你睇到嘅係嗰個制度嘅壓迫，你睇到嘅邊個夠佢玩啊？個 game 係咁玩㗎啦，唔奸點樣贏啊？個個於是乎就入世，不過又縮埋世。但係神嘅國就係咁樣 ，not because of us。我成日講係 in spite of us。佢唔理你好定唔好，佢要嚟就嚟㗎啦。喺中國嘅歷史上邊，文化大革命從來都唔係為咗幫助教會成為本色化㗎嘛，唔係幫助基督教喺中國生根㗎嘛。你睇到上帝嘅作為，你睇到上帝點樣喺歷史嘅現實當中去成就佢嘅旨意嘛？你睇到佢嘅名點樣被尊為聖？唔係人尊佢嘅名為聖，人唔識得咁樣做。人以為自己能夠剷除咗人民嘅鴉片。宗教喺社會主義嘅發達嘅期間就唔再係需要㗎啦，所以冇宗教先至係大同。呢個係人嘅睇法，但係上帝就正可以喺呢一啲嘅現實當中去成就佢嘅旨意。請問邊個尊佢嘅名為聖啊？琴日我哋問過呢個問題，唔係人啊！你識唔識咁睇？所以你中意又好，你唔中意又好，你係活喺21世紀2050年，我未必喺度，你一定喺度啊！做多啲運動啦，食少啲就有用咯，係嘛？你喺度㗎，到時候你明白點解你係一個中國基督徒啊？哦，上帝祝福我讀咗3個學位俾我可以喺諾曼第個 beach 上邊開張沙灘椅。唔止添啊，係嘛？仲鋪埋地氈喺上面飲紅酒、打高爾夫球。唔係啊！上帝嘅國度降臨，回轉啊！聽到嗰個意思嘛？上帝嘅國度嚟緊㗎啦！上帝俾你喺香港長大，冇文化大革命，俾你好好心機讀書。俾你成功出人頭地，為乜嘢？唔係為你自己嘅。你同我從來都唔係呢個宇宙呢個歷史當中嘅主角嚟㗎，唔好搞錯啊！從來都唔係。我哋喺上帝嘅旨意當中，上帝嘅旨意成就到中國21世紀。點解你喺度？點解你會喺度？上一輩香港嘅基督徒退晒休啦，係嘛？走晒添啦。97之後唔關佢哋事啦。你喺度喎？點解？回轉，天國嚟，唔係一個屬靈空洞嘅口號嚟㗎，係今日你為緊你嘅前途打算，上緊啲 career counseling，點樣寫自己個 resume，
點樣揾工，點樣 sell 自己。喂，你服侍邊個㗎？李嘉誠啊！我哋真係要諗得好清楚。有人做咗一個比喻，我覺得好精彩。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係嘛？聖誕節、受苦節、復活節，佢從死裏復活啦，佢已經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啦，係嘛？於是門徒就問咯：你得國降臨的時候，係咪就係呢個時候啊？復興以色列國啊？係嘛？天國降臨啦咁，可以嘅喎，但係冇咁做喎。耶穌跟住升天，然後天使話佢要再翻嚟。有人做一個比喻，呢個係歐洲新約嘅一個聖經學者 Oscar Cullmann 喺佢嘅 Christ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裏邊，佢咁樣講。佢話耶穌基督嘅受死復活啊，就好似我哋琴日講諾曼第啊，就好似 D-Day， 你識嘛？6月6日盟軍登陸諾曼第嗰日叫做 D-Day。當時係血戰，當時係好慘烈，但係事後睇返嗰一日就奠定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勝局，明白意思嗬？個扭轉就係嗰一日6月6日，最 longest day D-Day， 但係勝利未曾完全臨到啊！登陸諾曼第之後，巴黎仍然喺蓋世太保納粹德軍嘅統治之下。你係一個法國人，住喺巴黎。嗰一年嘅聖誕節，蓋世太保仍然喺你門口巡邏，但你喺電台已經聽到盟軍反攻逼近巴黎，同你有咩關係？天國嚟啦！你幫邊邊？好正常嘅問題嚟㗎。喺法國淪陷嘅巴黎，有2班法國人㗎。唔係講返中國啦，係嘛？日本侵華，有2班中國人㗎，係嘛？有一班係幫日本人㗎，有一班係游擊隊嚟㗎。喺法國一樣㗎。戴高樂後來做總統就因為當時佢係地下游擊隊嘅領導人物，但係有好多嘅法國人係幫助德國政府去統治法國、統治巴黎㗎。你幫邊邊㗎？天國嚟啦，你幫邊邊㗎？神嘅國度而家嚟到中國啦，喺歷史上面嚟到啦，你幫邊邊㗎？就係呢個問題。未曾到最後嗰日，未曾到 V-Day 簽投降嘅嗰個條約，未，仲有年幾嘅時間有排打。但係喺呢一個嘅歷史時刻當中，你要揀㗎，因為你企錯位好大劑，啱唔啱啊？你只有一生，你嘅生命擺喺乜嘢嘅位置上邊，你要決定。留心，聖經叫我哋睇嘅就係呢一個事實，就係喺人類歷史嘅現實當中，上帝嘅拯救點樣從挪亞、亞伯拉罕、摩西，聽日我哋再講落去，到耶穌基督新約，到中國，到香港，上帝嘅國度點樣一步一步嘅成就，睇唔睇得到？識唔識得睇？定係我哋仲係喺我哋日常嘅混樂當中，仍然係咁樣過日子？個事實就係德國納粹仍然喺度啊嘛，係啊，但係你知唔知佢輸咗㗎？睇唔到啊！
你識唔識睇啊？聖經從來個焦點唔係喺魔鬼、撒旦、邪靈嗰啲嘢上邊㗎。你諗一諗翻啦，你心目中對於魔鬼所有嘅一切印象，99.99999係從電影、電台嗰啲靈異節目嗰度嚟嘅，咩貞子啊，咩中大嗰個孖辮女啊，冚唪唥係嗰啲嚟㗎。你個魔鬼個樣係點樣嘅？嚇，着 Prada 㗎。你個魔鬼嘅樣係聖經嚟㗎嘛？你知道聖經裏邊講魔鬼撒旦最詳細嘅經文喺邊度？約伯記，佢係耶和華上帝寶座之前嘅一個人，聽上帝吩咐。上帝問佢乜嘢？哇，好深喎！創世記都未讀，點讀約伯記啊？你從哪裏來，往哪裏去？撒旦點講？關你咩事？你還你，我還我，你管天堂，我管地獄。你有邊有資格問我從哪裏來，往哪裏去？你創造我，你又俾我墮落，一切都係你，冇喎。撒旦從來都唔敢咁樣同上帝駁嘴喎。撒旦必恭必敬回答：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呀，咁得閒㗎？唔係啊，佢行必咋，佢係公安嚟㗎。佢揸住架警車，唔係佢揸住水警，香港最出名嘅，可能你唔知。水警去到邊度冇人知㗎，泊埋瞓覺又得，巴佢橋又得㗎，係嘛？你聽過冇？你知啊？警察都係㗎。而家啲警察好斯文㗎，戴晒眼鏡㗎。我爸爸試過一次，前邊一班人圍喺樹，個警察匿埋喺嗰個大廈門口。阿伯咩事啊？嗰邊度？喂，你出去睇㗎嘛？佢唔係，只有伯去問咩事。有冇吞泡啊？我哋嗰邊加拿大啲警察就泊埋架車喺天橋底，你以為佢喺度 check 緊快車，瞓到打晒鼻鼾。撒旦話冇啊，我好勤力啊，我8個鐘頭喺地上巡邏，我從來都冇偷懶㗎，我唔敢偷懶㗎，你擺咗個 GPS 喺我身上邊，去到邊度停喺邊度，你知道晒，我點敢？有上帝 quiz 佢，咁你有冇見過我個僕人約伯啊？係嘛？識唔識咁睇啊？有冇見到阿超屋企啊？佢係個完全正直嘅人，唔會做錯事嘅喎。有冇見到啊？撒旦要承認係啊，有啊，我見到啊。不過佢有原因㗎，上帝啊，你祝福佢，佢咪愛你咯。嗰個係撒旦，你驚佢？佢喺上帝面前驚都冇得驚，係嘛？佢挑撥離間。上帝話好，不過係嘛 ？draw the line， 唔可以掂佢。第一次攞晒約伯身邊所有嘅嘢，約伯話：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撒旦唔忿氣，又翻嚟上帝面前企喺樹。上帝話：你從哪裏來，往哪裏去？問過啦，上帝咁沉氣嘅，唔敢。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 ，report duty 係嘛？沙展問你，你咪要立正敬禮 ，Sir 咁大聲講咯。上帝有冇見到我僕人約伯？你挑撥我去攻擊佢，佢仍然冇犯罪。撒旦就係撒旦啦，佢話：你試下，你喐埋佢自己啊，係嘛？你俾佢全身生瘡啊！係嘛？搽極藥膏都唔好啊 ，steroid 用晒啊！你睇下佢會點啊？上帝話好啊，今次 draw the line， 你唔可以殺死佢。撒旦好高興跳咗出去，你係記得佢啊？你隻角係咪條尾翻彎咁？撒旦好正經㗎，係嘛？
聖經對撒旦係咁多㗎啦，講咗。你讀勻66卷聖經最詳細、最清楚講那撒旦有埋 definite article 嘅，就係約伯記第1、第2章嘅咋。聖經冇興趣同我哋講呢啲嘢㗎。聖經嘅興趣喺邊度？聖經嘅興趣喺神嘅國點樣講啊？喺上帝嘅旨意點樣喺人嘅叛逆當中一步一步嘅成就，從挪亞到亞伯拉罕，到摩西，到主耶穌，到今日香港 MES， 到今日中國，仲有37年就會成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嘅國家。神嘅國嚟啦，你喺邊度啊？仲瞓得好安樂？求主幫助我哋。天國講緊嘅唔係聖經裏邊同我哋冇關一啲永恆嘅真理，講緊嘅係今日，係你同埋我有幸生於今日嘅中國基督徒。神嘅國嚟啦！你企邊個位？你坐喺邊度？你幫邊邊？我哋同心祈禱。